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对永恒生命的盼望，是一充满希望、喜乐的宣告。不仅提醒我们，耶稣已胜过了世界，也将我们的心重新对齐在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上。阿们。弟兄姐妹，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唱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我主带领，甩开普世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信心，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主带领，甩开普世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流的牛奶与蜜之地，星星看见云柱火主带领，甩开不宣跟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我们用掌声降献荣耀，将得胜的宣告归给一切在天上宝座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主，我们的呼求是出自对你深切的依赖跟渴望，代表对你爱的恩典同在的迫切的祈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神什么都不是。主是我们的力量的泉源，更是我们希望的所在。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
寻求，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是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缤纷的世界夺不去我的眼，我要定睛在你容面，因为离了你，就像风筝断了线，飘落在天地之间，忙碌的生活夺不去我的心，我要安静在你面前，因为你同在是我一生的等候，是我一生的寻求。缤纷的世界夺不去我的眼，我要定睛在你容面，因为离了你，就像风筝断了线，飘落在天地之间，忙碌的生活夺不去我的心，我要安静在你面前，因为你同在是我一生的等候，是我一生的寻求。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了罪恶、死亡跟仇敌。你的复活显明你是永远掌权的主。主啊，我们宣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无论环境如何，我信靠你的带领，因为你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胜过疾病，胜过贫穷、忧虑、家庭的破碎和失败和一切创伤、一切撒旦的欺骗。主啊，主啊，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着你的能力的应许。我们要宣告，主，我们是耶和华你的子民，你的儿女。感谢主的恩典同在，你赐的平安、医治与得胜必时时刻刻充满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宝座的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牧师、各位长执、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用每周新眼光的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然后那个题目是人的价值。那我分成4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从圣经新约圣经4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那针对人，因为今天讲人嘛，针对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医病赶鬼，那使人复活，然后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那这个主要是要让世人可以知道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也盼望世人可以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并且能够经历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来，他说来是要来拯救世人的。但是常常我在思考说，对这些被医治的人，他们的生命有改变吗？就是说耶稣把他们的身体治好了之后，然后呢？然后他们的生命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嘛？所以我会常常来思考到这样的问题。常常也在想说，这些人得到医治之后，好像跟我们现在一样而已。比如说瞎眼看见，我们现在在座的人都看得见嘛。瘸腿行走，我们也都是可以好好的行走。那好像他们被医治了之后，他们仍然要面对他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会遇到的生活的问题，也有健康的问题，也有财务的问题，许多的问题都还是要去面对。那我们人呢，也常常会定许多目标，都会想说，如果我们有钱一点就好了，或者是我们没有负债就好了，或者是我们学历高一点就好了，或者是健康就好了，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目标。但是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了之后，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吗？有时候我们也会做比较，我们都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看人做比较。比如说像我啦，我就会很羡慕说，比如那个木轩很年轻，然后如果跟他一样年轻就好了，那也会羡慕丰盛长老，现在对这么又有钱又有闲这样子也是那个玉皇兄也是啦又很会玩不是很爱玩但是跟他们一样了之后，然后呢还是要面对我们的问题嘛所以常常也会思考，就是说我们所想的这些目标，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些的事情，好像都很属世界的那是不是我们达到了之后，我们就会很开心呢？我们就会很满足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思考的。那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就是人的价值好像都建立在你是不是有达到你的目标，好像我们的人生价值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做出来，去建造出来的。那我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刚创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2个人，我们把所有的积蓄，不是积蓄，就是把所有的存款都拿去投资，那我们一起来做生意。那时候我们心里想说，如果我们2个一人可以有收入，可以有3万块就好了，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样子。那很感谢神，很快就达到3万。那后来就说，我们调整一下，我们5万好不好？5万这样子。那也很感谢神，也是有达到。然后后来目标越来越大，然后就越来越忙，那好像这些目标我们达到了之后，
是不会满足的。后来发现这个属世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如果去追求的话，真的拥有了之后，我们是不会满足的哈。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在神的眼光，或者是圣经的教导里面，人的价值是如何。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8篇1到9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这个诗篇呢，我们都很熟悉哈，这是大卫的诗篇。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啊，我们没有，圣经上没有记载。好，那我们从这个经节里面哈，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人的价值。他这个诗篇呢，也被称为是一个拆礼物的诗篇，就是它是对称的。第1节跟第9节，它是在说明这个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赞美。然后第2节跟6到8节，它是好像第2层，这个包裹的第2层，它是在说人的地位对不起，不对，是上帝的全能跟人的责任。然后最中间呢，是这个包裹里面的最核心，就是在讲人的价值跟人的地位，还有来彰显神的爱哈。那我们今天从中间开始来看，第3节、第4节、第5节这边。那我们从最中间来看哈，这边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我有去查一下哈，这个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眷顾跟顾念它这个是一个看顾跟探望的意思，而且这个的时态是一个未完成式，也就是说这一句话的直接的翻译可以说：人算什么，你竟一直都记得他；世人算什么，你竟一直去探望他。这个是一直不断的一个事情哈，不是探望一次而已哈，它是不断的来探望我们。然后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人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上帝创造我们是用尘土所造的，所以上帝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一个很没有价值尘土所造成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的来爱我们，如此要来探望我们，常常来纪念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真的是这么渺小，为什么受上帝的这么疼爱？这个可以代表说，我们人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人的价值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有去查那个佛教他们的那个人生价值的观，他们有2个观点。第一个就是受报人生，就是你做什么就会有得什么的报应，就是因果，所以才会有因果循环，或者是要做好事有好报。然后第2个是奉献人生，这个奉献人生听起来好像也蛮好的，但是他们的奉献人生是说，人要有价值，必须要有奉献，你奉献越多，你价值越高。意思就是说，人的价值是要靠自己努力来赢得的。这个跟我们的信仰差别有很大。
因为我们神创造我们，他就把价值已经赋予我们了。有时候也会常常被这个属世的眼光所影响。我们看人，我们也都会看他的价值，也都会看他的能力，或者是他是不是很有地位，是不是很有学问，我们都会被这个属世的价值来影响。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坚信，我们是有价值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都是有价值的。不要让这个属世的眼光让我们来偏离神的心意。因为有时候这个人的价值的这个眼光确实会让人受伤。像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做生意嘛，那算做生意说还可以，那同学会回去就同学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可能看我过得还不错，可能家里的环境不错这样子。但是最近我开 Uber 3年之后，他们就不大理我了。所以这是真的，就是这个人的价值真的会让人很受伤了。那我们教会都不会，我们教会都没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还是继续开下去了。好，有一个圣经节，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我很喜欢2个经节，马太福音第10章跟路加福音第12章，有写到说我们的头发怎么样，上帝都数算过了。这个在我看这个经文里面，我感受非常的温暖。有一次我跟我就很温暖。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在神的保护里面这样子，被抱着，然后数算头发这样子。我觉得很温暖这样子。那第2个经节是我很喜欢的，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以弗所书2章10节。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上帝的作品，因为作品他做好了就放在那边。我们是他的工作，工作的意思就是说不断的会来，跟刚刚第4节的意思是一样，他不断的会来塑造我们，不断会来接触我们，会来探望我们，都还一直记得我们。所以这个是可以代表我们人在神的眼光里面是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人怎么回应的。这边写第2个就是我们折损人的价值。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为什么我第2点会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第3章开始，我们人因为不明白神的话，对神的话我们没有信心，导致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第1节，蛇就对那个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就是神他可能撒旦他常常就会用那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来迷惑我们。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迷惑了。然后当罪进入这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价值就会被扭曲，我们就经常就会用金钱，会用外貌，会用成就，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人的定义，以至于有时候我们都会将我们的目标定得很高，或者是我们都会看我们是不是有达到目标，我们都会努力靠自己来达成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因此会造成许多的有人会很骄傲，达到了就很骄傲，然后没有达到就会有自卑，生活都在比较当中。所以罗马书这边有讲，不要效法这世界，不要随从这世界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很容易让人进入罪中，而且这个罪呢会使人远离了神。
在上周牧师的讲道里面有讲到，美国他自称为基督徒有一个问卷，从80%到近几年已经降到剩下47%了。好，那这个原因呢，第一项就是世俗化。所以世俗，我们如果太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标准、一些价值观，很容易让人就离开了神。通常我们犯罪是因为不认识神，刚刚夏娃的例子就是不认识神的话，以至于我们会犯罪。所以这边写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就是当这些撒旦魔鬼、这些仇敌，他们都自认为自己很有能力的，他们要来对付我们世上的人。但是耶稣神他差派的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个口中，因为婴孩和吃奶他们没有什么力量，他们有他们的口，他们口中能够建立能力，这个口就代表他们所说出来的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透过神的话呢，就可以建立能力，而且可以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一个奇妙的事情，用神的话就可以让这些仇敌闭口无言。所以我们要来多读经，多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第三个，我们就是要来恢复人的关系。圣经在这个第5节这边说，神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也可以说是跟神差不多的地位。意思就是说，当我在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经文不是在贬低人的价值，反而在提升我们的价值。因为当时天使在那个时候的背景，他是为神在执行一些事情的，所以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把人的价值提得很高。但是呢，上帝又没有把管理世界的权利交给天使，反而是交给人。所以在第5节后半段说，神将荣耀尊贵为冠冕赐给我们。这荣耀呢，其实这个荣耀就是耶稣。虽然我们常常背逆神，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刚刚讲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我说这个荣耀就是耶稣呢？因为上帝的荣耀最能够表达展现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样式，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就证明我们有美好极高的价值，我们是值得被救赎的。他也将我们从罪恶羞耻当中赎回来，使我们重新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耶稣他上十字架，因为只有耶稣可以恢复我们人的价值。耶稣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也常常在思考，为什么耶稣他不下来？如果他可以下来，他就不要上去了嘛，对不对？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耶稣他不下来，然后再上去，或者是怎么不下来，证明他能够下来？下面的人都在嘲笑说，你救得了别人，为什么救不了自己？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下面的人虽然是嘲笑他，但是我认为下面说的是对的，因为耶稣他如果要救自己，他就没有办法救我们，所以他选择牺牲自己，就是为了要救我们。所以这个是选择，是耶稣他的选择。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把这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同样也赐给耶稣。所以耶稣他选择留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要恢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恢复我们的价值。那我们的选择呢？我们可不可以多选择一点跟耶稣同行？多选择一点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恢复上帝给我们的价值，就是要活出人的价值。好，最后一段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包裹最外一层，最外一层呢，就是这第1节跟第9节。这边我的理解就是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跟从神，我们来服侍神，我们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来彰显神的价值。透过我们多一点的跟从神，多一点的认识神，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活出神的价值，来荣耀主的名。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时间怎么很快，我话又很少，但是又想要多说一点，那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那最后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那个孙越叔叔，他20岁出道，那54岁得金钟奖，然后他59岁就退休了。退休之后呢，他就选择当一个全职的志工，然后传了很多的福音，为主做许多的工这样子，这是他的选择，我很佩服他。然后他54岁的时候呢，得到那个金马奖，金马奖得金马奖的那个影片是那个，就刚谈贝博是那个是搭错车，搭错车。他在剧中演的是一个哑巴，是没有台词的，然后是一个捡破烂的，是很没有价值的，但是他得到第20届的最佳男主角，那为什么他会得到最佳男主角？不是因为信耶稣，是因为评审喜欢他嘛，在众多评审里面，认为他有资格当最佳男主角，所以他就得这个奖，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的评审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啦，所以相信我们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我们都是很有价值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按照你的样式创造我们，感谢你按照你的心意来塑造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慈爱来保护我们，并将这世界交给我们来管理。这代表人有崇高尊贵的价值。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专一来敬拜你，全心来服侍你，不折损你创造人的价值，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成为荣耀的器皿，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主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救，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不住赞美，
赞美。我领不住称谢，衣袖虽有孤寂，早晨必荒芜。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着世界国家社会来祷告。好，上周末加州洛杉矶郡爆发反对移民突袭的抗议行动，引发了全美各地的响应，但也引来了军队的进驻。求主彰显公义、和平与慈爱怜悯，让世人更认识真理与上主的心。第二，前国会助理爆发共谍渗透案，各政党人人自危，为政治人物的中心价值能够福国利民，共同维护国家安全来祷告。好，第三，台湾的生育率创新低，5月份新生儿只有8433人，连续53个月生不如死哈。那生育率还是没有起色了啊。那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峻，那求主怜悯台湾，并帮助年轻的夫妇把握能够生育的机会。好，我们一起为了这3件事情，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全能父神，感谢你，主啊，你看见我们世界有许多的动荡，许多的问题，特别在洛杉矶爆发的反对移民的突袭的抗议行动，引发了许多的问题，有军队的进驻，求主你公义彰显怜悯，让人能够更明白神你的心意。也在台湾国会助理爆发共谍渗透案，主啊，求主你让主你的公义能够临到台湾，让人民能够有好的福祉，在政党斗争的状况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信心来依靠你，也求主你帮助台湾许多的年轻不生育低的问题，也求主你来看顾，求主来带领，求主你保守，这样感谢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主啊，当他们的冲突跟不安的时候出现时，愿你可以成为这地的安稳与盼望，也求你使掌权的远离骄傲与掌控，用公义慈爱来治理人民。愿你医治族群之间的裂痕，挪去仇恨与偏见。求主赐福美国教会，能在动荡中兴起更多的祷告祭坛。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平安临到美国。我们也为政治人物求你的真理能够浇灌他们，使他们全然归在你身上。愿你拥有属天的智慧，也愿我们国家的政策都是基于利益，而且是出于怜悯与真理。也愿你的旨意真的成就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也为台湾能够成为适合养育儿女的环境，让年轻的夫妇能够爱生育、爱教养儿女，使生育率成长，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更加幸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一样有3件事情。第一个，为教会主日爱餐，因为服事人员的不足，在小会上周我们有决议，7月、8月爱餐会暂停，并且进行调整。求主纪念过去服事的同工的辛劳，
也带领教会在爱餐这个服事当中，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来荣神益人。第二，为着社教60周年奉献的目标200万来祷告，求主感动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来认献。我们当中有特刊投稿，有台语朗读比赛、桌游、桌球的比赛，还有领袖高峰会议，这个都在筹备进行当中。求主带领各项的事工都能够来见证主的名。第三，使徒行传我们有38天的共读的时间，今天已经进入到第8天。求主圣灵帮助，借着每日的圣经共读、灵修笔记的方式，能够带领每一位家人能够共同写下迦南行传。好，我们为这3件事情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父神，主啊，我们为着教会爱餐的事工献上恳求，求主你差派更多愿意投入的同工来参与，也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做许多好的调整，盼望我们的爱餐能够在主你的带领下，不管是停止，不管是继续，都有神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也为着教会社教60周年有200万的奉献，求主你来带领，感动更多的会友愿意踊跃来认献，透过我们许多所要举办庆祝60周年的活动当中，都能够来见证主你的名，也盼望更多的会友愿意来参与教会的圣经共读，求主你带领看顾。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是我们迦南教会的恩主。主啊，谢谢你，你透过每个礼拜的爱餐，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的辛苦，你会纪念。主啊，然而真的我们也顾念他们的辛劳。主啊，虽然我们在7、8月会暂停这样的一个服侍，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同样的会让弟兄姊妹能够更加的同心合意，更加的荣神益人。所以说，我们赞美你，主啊，赞美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主啊，你要按照你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教会，主啊来预备，主啊，让我们在社教60周年的奉献目标200万元。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来感动兄姐，相信你会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做你感动的工作。主啊，无论在特刊的投稿、台语朗读比赛、桌游比赛、桌球比赛，还有灵修的高峰会，主啊，这些在筹备当中，主啊，求你帮助筹备的弟兄姐妹、筹备的长老们更有你的恩典跟能力，也让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能够同心合意的借着这些事工来见证你的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着牧师的辛劳献上感谢。主啊，透过主啊共读，尤其是在使徒行传这38天的共读，已经进行到第8天。主啊，也求你祝福主啊每一天服侍的弟兄姐妹，求你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抽出时间，愿意好好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享受我们9点的圣灵充满。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透过共读、透过灵修笔记等等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每一位家人主啊一同来写下迦南行传。谢谢主恩待我们迦南教会，相信主啊，你要让我们的迦南教会成为你的光、你的盐，能够祝福我们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着要来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那首先我们要为喜乐小组的徐永春弟兄来祷告。那因为他在5月初已经因为肺炎来住布桃医院，已经1个多月，那也还没有好转，那痰很多。那家人女儿从美国回来，那朱慧姐
好，他们在前天有决定，就是说在今天好要把他的永春兄的氧气罩来拿下来，好，那让他靠自己的力量来呼吸，好，那也生命的维持就是按照上帝的带领，好，那我们也为永春兄，好，为朱慧姐，好，为家园佳丽，好，全家来代祷，好，求上帝的平安同在。第二个，我们为李梅干事来祷告。上个礼拜五因为晕眩好，那在新堂的楼梯间来跌倒，撞到头部，还有鼻梁的骨折。好，那经过急诊加护病房，好，那前天有出加护病房，现在在圣保禄医院还在休养。好，那预计明后天好就可以出院哦。好，那但是还是会有轻微的头晕哦。那因为还没有完全找出病因，好，那所以求上帝看顾保守，好，李梅她能够早日的找出病因，好，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第三位谢三和姐妹，就是黄建中弟兄的太太，好，那她三和姐在上个礼拜二去长庚医院领药的时候，突然跌倒，好，那幸好没有大碍，好，但是现在正在家里面休养。那我们也为三和姐来代祷，好，求上帝看顾保守她，好，能够平安早日的康复。以及立志长老在上个礼拜六，好，已经从加护病房从布桃医院来出院返家，感谢主。好，那当初送进去的时候是已经没有已经休克昏迷，好，但是现在能够平安回家，但现在还是需要靠呼吸器、鼻胃管，好，那也需要有看护一直都有看护在照顾，好，那也求上帝看顾保守立志长老，还有照顾他的女儿，好，慈雅、慈仆，好，那还有看护，好，都能够有足够的体力，好，也能够早日的回到教会，继续来敬拜上帝，来见证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为这4位兄姐，好，永春兄、李梅姐，还有三和姐和立志长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要在这里为着我们教会的住院重症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为着永春兄他今天拔下了呼吸器，主要让他在这当中有按照主你的心意和旨意愿上帝你赏赐平安与永春兄以及他的家人同在，也为着李梅干事来祷告虽然在上个礼拜跌倒但是也在住进了加护病房但是上帝保守即将能够出院也求上帝继续带领李梅，让他能够找到病因，也能够对症下药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为着三和姐建中兄来祷告，也求你感谢主的看顾怜悯让三和姐的跌倒没有大碍，也让她在家中的休息还有休养也能够早日的康复，也能够早日的能够完全的痊愈，能够继续到教会来敬拜神。也为着立志长老上礼拜六出院返家来感谢主通给大家的祈祷他上帝你的眷顾立志长老也当平安无事，然后也当赶紧来好起来，也当继续踮伫教会来敬拜上帝，也为主来做干净。主愿将永春兄李梅干事还有三和姐甲立志长老拢恭敬摆伫主你的面前，愿上帝你施阮的手来伸出伫因大人的心中，互因当得到主你的馈纳，得到主耶稣保护的了看，会当得到医治，得到平安。我们的献上恳求甲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信主名来求，阿门。第五，我们要为着上青小组的伟华姐妹来代祷。伟华老师因为颈椎使用过度，姿势不良的造成颈椎过直，压迫神经。那也出现喉咙的这个疼痛、头晕、手麻，还有局部的酸痛。好，那伟华老师也请大家能够在祷告会当中纪念，好，能够为伟华来代祷，就是正风的太太。那以及为着秀珠姐，因为参加退休会，就是伟克长老的妈妈秀珠姐，因为参加退休会回来后脚肿。那过着没有多久就呼吸道感染病毒，以至于整个声音沙哑，没有办法开口说话，将近3周的时间。那这当中有到敏盛医院来就医，在家中的休养。那目前有比较好转。那也感谢打电话去关心的弟兄和姐妹，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开口，所以没有接电话。那也
请大家能够为秀珠姐来代祷，好，也能够早日的康复。那第7，好，那我们教会有9位姐妹，好，那在这3天到台东，好，参加这个灵修会，好，北大女宣的灵修会，好，那他们今天有传代祷事项，好，希望能够大家在祷告会当中来为他们9位能够出入平安代祷，好，那刚刚我们知道7点的时候有花东的地震6.4级，好，不过感谢主没有灾情目前没有听到有灾情，好，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彼此来代祷，好，能够让这些兄姐妹们在北大女宣的这些灵修会都能够出入平安。那第7。好，我们也要为病痛中的兄姐，好，包括素梨姐、常文姐，好，这是长期代祷的名单。美莲姐、昭莹姐、曼双，以及嘉玲执事，好，信柱兄、静宏兄，还有大兴正宏弟兄，还有秋兰姐好，我们要为这几位在病痛中的兄姐来祷告。好，那我们一起先为这几位，好，那包括伟华，好，还有秀珠姐。还有在台东参加灵修会的姐妹们，以及病痛中的弟兄和姐妹们，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好，为他们来祷告。现在阿爸伯兄弟，晚节的时阵要为着蓝伟华姐妹来祈祷，求上帝你来透帮上帝你的大溃烂，甲来医治伊，互伊的阿妈棍颈椎甲头壳型会当得到医治，得到透帮，得到主你的顾守，也要为着秀珠姐伊脚的颈甲然后烧声，会当讲话呼吸道的病毒的感染，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也当得到完全的复原，互伊当早会当登到伫教会继续来敬拜，也看过全家大小拢有主你的平安同在，也要为着伫参加北大灵修会的9位兄姐中集同工因伫台东的出入拢会当真平安，随望今日有大地当总是主你享受一切平安，也相信上帝你互阮看见伫许多形段中间当许多同心合意的祈祷，主你用对的叮当来回应，要来显出主你的福音，来显出主你的同在。主阮也要继续为着伫病痛中间的兄姐素梨姐、常文姐、美莲姐、昭莹姐、曼双干事，以及嘉玲执事、信走兄、静宏兄、甲大兴正宏弟兄，佮秋兰姊妹为着因来祈祷。愿上帝你也是阮看过，遵守伫因大人的心中，会当经历主你的医治甲透帮。主，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为这些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守望，愿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祈求，也愿你的手按手在个人的身上，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最后还有2项，我们为高龄的长辈，还有住在长照安养中心的兄姐来代祷。好，那为月香姐是曼双的外婆，申秀兰的婆婆，好，叫曹嫩妹，还有谢松兰老师，好，李金燕姐妹，还有黄崇伟弟兄，好，在内埜，以及秀凤组长，好，丽梅姐，好，家军的爸爸罗金荣弟兄，古佩文姐妹，还有丽娟的姐姐淑芬和阿秋的大姐，好，曾水仙，好，来代祷，以及我们在昨天跟今天，好，分别来举行廖鸾凤姐妹，还有洪佳慧姐妹的告别式，好，那也愿上帝继续来看顾这些家人、遗族家人，好，都能够有主的安慰和平安。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好，来祷告。现在主上帝，阮这时阵要继续为着教会这的长辈是住伫安永院的兄姐，包括外乡姐甲嫩妹姊妹、甲宋兰老师、佮金秀姐、甲崇伟兄，也为着秀凤姐、丽梅姐、罗金龙弟兄、甲佩文姐，也为着淑芬、为着水仙，为着这的兄伫大院也是安永院的这集体来祈祷。主，阮也要为着昨甲今仔日来举办个别式的瑞耀鸾凤姐妹遗族江中德弟兄的全家来代祷，求上帝亲自来安慰甲扶持，也要为着今日来举行个别礼拜的洪佳慧姐妹遗族这个仪龙姐全家洪琪洪伟来代祷，愿上帝你也看顾这个家庭，最后这个家庭伫失去亲人的中间，无过头的伤心，
也会当通过教会兄弟陪伴甲所举行的壮礼，会当来安慰因的心，也互因更较有信心，知影主耶稣真做阮的救主，也要互阮伫天顶将来搁再相见，让我们能够将信心建立于主，让我们能够领受永生的盼望。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晚的祷告会，让我们能够来听听你的话，也能够透过公祷事项、代祷事项，为着国家、世界、国家、社会，为着教会，为着肢体为着我们个人来献上祷告，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借着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运行，使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愿我们要释放主你的平安、喜乐，还有生命的泉源。我们要捆绑疾病，要捆绑一切的忧虑，要捆绑一切的罪恶要把它丢弃到在黑暗阴间的权势当中。主愿主你使我们靠主的名来得胜，也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我们每一位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长子同工们同在。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脚步》来做我们会后的诗歌。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你给你的脚步。当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聚集、祷告与聚会，让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也能够一起分享主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能够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论是白天或是夜晚，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你，相信你的话语必定要成就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也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和家中。我们这时候要来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同声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再次，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让我们台长把一切荣耀来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上帝要使我们一切的经过都要成为祝福。好，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到这里来结束。好，在我们要离开以前，让我们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好，愿神祝福各位。好，也谢谢每一位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们。好，愿神。